先啊，继续来看这个台北教育大学，进前因为排袂出隔离的宿舍，不得不让学生来住伫这个厨房，让这个确诊的学生来住厨房。结果这个台湾大学嘛有确诊的学生来指控，讲互学校安排住入去，无下间啊无便所，这个加抓四个乱窜的会议室来住3天，甚至佫有人搭布棚来隔离。台湾大学讲嘛，实在是无法度的代志。这个学生确诊的人数，一日啊加出真济，原本租用的隔离的管辖已经无够大了。啊，教育部虽然讲必要的时阵会当征用到学生的宿舍，但是这学校嘛袂当强迫学生爱搬出去。这个难题，希望教育部出面来解决。我这几天住的会议室的环境，我睡觉的地方。就是可以看到，就是地板上面铺一个睡袋而已，然后枕头还必须要用我自己的行李箱。我这边我睡在这里，然后隔壁那边也睡一个人。伊是确诊尔，唔是多难，代代互这个学生住伫这个会议室隔离，一住就是3天3暝。我家里没办法提供1人1室独立卫浴的环境，所以我想说，能够在台北的检疫所。就排不到检疫所，也没地方去。学校就把我们接回一个可以安置的地方。我当初进去里面已经有另外一个也是确诊者在里面，蛮错愕的，就是确诊的人还可以群居在一起。伫台大，伊毋是上惨的，也有更较惨的，因为有确诊也是居家隔离的人，是困伫天道布棚内，互因真无奈。我蛮在意的就是蟑螂这种东西，而且还蛮大只的，我却不能使用任何的卫浴设施。发生了3天都没有办法洗澡的状况。讲难听一点啊，就是确诊然后没有检疫所住的地方的学生，变得有点像街友。台大讲，因为疫情，这嘛是无法度的代志。因为5月7日到5月7日，确诊学生有86个人，空列超过20个。这嘛隔离房间已经客满啊，袂使转去的确诊者，就暂时安排伫宿舍的地下室，加上学期中，无度将这个宿舍甲清空。目前已经有做旅馆甲会馆，和需要居家隔离的学生来住。即嘛，佫咧直接外地的宿舍和确诊者隔离来用，初步估计爱开1000万。国立台北教育大学最近嘛发生因为隔离宿舍无够，和确诊者困伫灶骹的涂骹，因毋是唯一，因为真侪大学拢有警报，临时找无遐济宿舍来隔离。虽然教育部讲轻症甲隔离者，若是伫本地的学生，就使转去照顾隔离。不过学校讲，学生若是无爱，敢讲教育部有互学校这个权力甲因强迫。教育部讲必要时就征用宿舍做隔离宿舍。不过，住伫内底学生若是无爱，那你敢会使讲强迫叫人让出来？这个争议甲费用，教育部敢要负责？教育部未来也会有相关的经费来补助学校来照顾我们轻症无症状的确诊学生。教育部讲未来会有相关的经费，和学校增加隔离的宿舍。不过，这看等未来未曾到确诊的趋势一直来。华视新闻看起来，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欢迎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